讲到这罢免人数一直出现伪造文书或者是死亡人数的指控，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今仔日去到北检告发兵团，讲是涉嫌伪造文书和违反着告诉法。民进党阵营也在今去到北检告发这蓝营针对立委5派的罢免人数，这错误做纪律有够四成。那这蓝营智库副执行长林涛，伊是讲民团扎队有80个民进党立委罢免人数补件，会当积累到第2阶段人数。不过中选会是强调讲，会依法使用户政系统来扎队，绝对不是民团会当去做扎队的。全台大罢免一直传一直有死亡人数的消息。进前台南地检署向法院声押国民党市党部副主委甲一个4楼的查甫人。20时起，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也到北检告发民团3度被害，涉嫌伪造文书甲违反告知法，呼吁检调卖商战标准。这些委员呢被伪造的情势，台北地检署也不要睡觉。我们针对的是罢免王宏威的团体，因为这是在台北嘛。那我们各地包括南投各地也都是会同步。我想全国的地检署都应该要站起来，赶快做事比照台南地检署风风火火的效率。国民党自己被公民发动罢免，不思进取，发动反制罢免。那这个反制罢免里面出现了大量死亡连数，才让大家去质疑说，你们是不是抄名册嘛？结果你们反制的作为就是对公民提告，对公民来说只会让我们越挫越勇。同一天，民进党台北市议员刘耀林也到北检告发反制点名国民党青年军针对民进党立委5派1个罢免人数，错纪律达到4成，全台上悬。其中包含提议进前死亡108人，涉及无关4个月391人。吓死人了！10份联署书里面竟然有4份联署书是不合格的。他们这些行为真的把中正万华所有的公民跟选民当作猴子在耍。中选会呢，他过去也已经公告过了哦，就是那个时候早就已经认定说吴沛憶委员的罢免名册伪造情事是0，很怀疑为什么伪造情事是0，却又隔了这么久才去做告发的动作。全总共35位泛蓝立委进入第2阶段人数，不过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领导讲，对着民进党立委的罢免人数补件了后，会使进行第2阶段人数的，即要到80个关啊，其中包含吴思瑶5派1个人。现在质疑为安怎，中选会一直未公布。不过中选会发出声明，强调罢免提议也是连署名册拢是依法查对，并且含有法定机关像行政机关，毋是公民团体，也是罢免团体。记者综合报道。